看到香港的泛民主派选甲真水，民进党的党主席杜英泰讲压力真大，因为每年的选举，嘛会当看出民进党是毋是有得到民众的信任。早起民进党的护国保台助选团成立了，这个9月就要开始活动拼选举。护国会保台湾。 护国保台助选团成军香港区议会选举，泛民主派胜利，民进党真欢喜。民心向背非常清楚。如果以国民党不分区候选人名单来看，说他们的立场跟香港的建制派一样啊，其实一点都不过分。这个9月为屏东开始，护国保台助选团分别为立委候选人要冲刺要拼国会过半，延国党主席杜英泰虽然看到香港泛民主派大胜利，却是安尼讲。只有4个字，对我来讲就是压力很大。能不能展现出我们对一流最强的战力，来让人民对我们继续的信任？ 有些看法认为，选举结果要改变香港命运可能性无悬，因为接受一国两制，免得摆脱中国的控制。这个被策划的蓝军来执政的话，那我看台湾跟台湾的民主啊，都前途堪虞。伊守护民主为口号，到底有偌济民众会对民进党行？民进党阁派出5位议员加入选战议题攻锋战，为政党票全力要冲刺。